的话语需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当中，主啊，你的灵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宣告：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充满在全地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大能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燃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大能的荣耀全都归于你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
的敬拜要从现在直到永远，我们的生命也要因着你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耶稣，我们知道你是复活的神，你是拯救我们的神，在你里面我们凡事都能，在你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人，一个复活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没有羞愧，没有死亡，没有一切不义的事，我们就要单单的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来让你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孩子这样感谢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